看这锅骨啊，金黄金黄的汤。哎，看这块大筋头。给。哎，这个窝骨，把这点窝骨咱煮了。你看这点窝骨上，怎么全是肉呢？这点窝真4个窝骨真好，肉带的多，一般的窝骨没有带这么多。一般的有几个窝骨？2个，后腿有2个，前腿没有。不是4个，我觉得好像一直是4个窝骨。哎呀，全肉哎，真好这个。哎，这大窝骨，看吧，家人们，看这大窝骨，赶我不能干打了。这就是啊，咱今天的主角，今天就是让我妈给我处理处理。今天是我妈给我闹的，干净的洗洗。好了，洗完了，先放上水。煮这种肉就冷水下锅，煮出来的肉才不柴。好嘞。这生肉你必须得焯遍水。我自己吃从来不焯，吃惯了。焯遍水干净，你看这多干净，你能煮的没有血沫子。这样，下次我还不今天我来了，我吃我就得焯一下这个，你自己不焯不焯你自己吃，我吃我就得干净一点。好了，把这水倒。来点大一点盐。好。这是我老的独家秘方，来吧，我放进去。这里吧，咱看今天用你老独家秘方能煮出什么味道？哎呀，咱仨今天这锅肉，看熟呀，吃吧，吃吧。来吧，嚯！哎，看这锅骨啊，金黄金黄的汤。哎。看这锅骨。哇！哎。哎，大锅骨太香了。哎呀，好了，大锅骨，看着真香啊！看起来挺齐啊，那我还得打，先给我老。老了赶快筋头就麻。哎呀，它这么大出来。然后我再来一块。哎呀，我再来一块。嚯！哎，连筋带肉的，太香了，这窝窝。啊！别干那么碎，但你不牙齿咬不动吗？咬得了。嗯，这肚子疼了。然后给你我还块就爱吃这个筋头完了。这块软，哎呀，一块肥。好吃不？自己干的，好吃。蘸点来点韭花。蘸点汁儿吧。韭花是好东西啊。这个筋还真好吃。可香了。你想吃什么筋？这红锅比净是筋。啊！元旭的小料你蘸蘸，小调料蘸蘸。你说肥乎乎的，你吃吧，是吧？省得你的牙咬不动。有韭花，
再来点咱们韭菜花，你最爱吃韭菜花了。哎，看这块大金头，来，哎，这才是好东西啊！看看这块，看这小料，人间美味啊！这个来，哎好，好，行了，别牵手了，行。